大家好，我係高 Sir啊。今日咧，我喺九龍城廣場啊，咁啊做啲咩咧？嗱，最近特區政府咧話要推動銀髮經濟啊嘛，咁咧九龍城咧亦都率先咧就係講做咗先驅，就舉辦咗一個咧我哋叫創科好樂啊工作坊啊，咁啊希望咧推動一啲我哋叫咧老人家嘅產品，讓到堪稱叫老人科技啦，去方便一啲老人家。咁啊即係大家知啦，高 Sir 做網紅自媒體啊嘛，亦都希望咧推動一啲咧銀髮嘅 KOL，希望助力咧香港嗰個銀髮經濟去發展嘅。咁喺度呼籲大家喺呢2日啦嚟到九龍城廣場呢邊去支持。我覺得咧，我作為後生仔都可以運用一番，咁對老人家嚟講咧，可以我深切感受到咧，可以用 VR 嘅技術啦，去幫助佢哋咧喺日常我哋叫強身健體，同埋咧呢啲咁嘅科技咧，我覺得咧應該要喺社區廣發嘅。所以今次咧呢個活動真係好值得咧一啲後生仔帶埋啲老人家嚟去試下。記得點讚關注哦。